台中昨一个23岁查甫人食酒塞车，伫咧西屯区的一个路口冲红灯，弄死一个送餐人员，就做伊走去。另外，伫咧苗栗的头份，嘛有一个查甫人讲伊食爱困药啊，塞车，结果去弄到路边的6台汽机车，两个人拢向医生发办。监视器翕落来，外送员骑机车车顶要过路口，数一台弄红灯的汽车直接弄到。来到现场看，车壳零件是落甲规涂骹。 附近还有一片火粒，落出去的外送箱是已经去放伫咧路边。这件8号半暝3点外的车祸，发生伫咧台中市西屯区黎明凯旋路口。22岁外送员机车技师陈男送医急救不治，汽车驾驶23岁高男肇事逃走。警方开2点钟查缉到案，发现伊无照驾驶，而且酒测超标，直接移送法办。于5时许将其查缉到案。 另经远警队吴男酒测值超标，依公共危险、肇事逃逸及过失致死等罪嫌，将吴男移送台中地检署研办。苗栗也发现肇事逃走的案件，29岁单男7号早起8点外，驾驶汽车经过头份市中正2路一带，陆续弄到路树甲6台汽机车。警方得到消息到现场发现，单男驾驶车辆后链剥链。 向弄的车辆也归类为车损。驾驶人酒测值为0，因疑似服用安眠药物。那警方依规定制作生理平衡表及采集尿液送验，讯若依公共危险罪嫌含重侦办。单男酒测无啉酒，自称是因为食爱困药啊才会出代志。警方后续对单男制作生理平衡表，而且材料送验，专案是以涉嫌公共危险罪函送侦办。公视新闻台中苗栗报道。